所以我嚟咯，希望可以幫你攞到30個月補習費。加油啊，爹哋！唱錢快樂啊！唱錢星期六晚8點半，翡翠台探索超乎想像嘅世界。植物界咧就充滿住各種各樣嘅奧秘，我哋會睇下最臭嘅花。精選全球超過100個奇異話題，等我哋直擊廣州，揭開呢條恐龍魚嘅生存密碼，挑戰你嘅觀點，揭示潛在嘅超自然現象。喺呢段拆解神秘奇花嘅謎團途中，我哋不斷遇上超乎想像嘅經歷。難行過阿山。地球大神秘，星期二下午5點15分，翡翠台。各位早晨，早晨先，早晨海欣。今日天氣都還可以，不過嚟緊幾日咧，天氣又會唔穩定喎。係啊，大家出門口記得要留意天氣變化啦。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頭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4同星期5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跟住咧，今朝嘅新聞重點。英國首相施紀賢面對工黨內部逼宮壓力增加，表明無意下台，呼籲黨員團結應對挑戰。美國同伊朗仍然就停戰條件僵持，特朗普話停火協議好脆弱，形容伊朗回應係垃圾。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引述有意見建議發出至少1萬個網約車牌照。詳細內容，英國首相施紀賢因為執政工黨喺地方選舉大敗，面對嘅黨內逼宮壓力增加，佢發表演說，表明無意下台，呼籲黨員團結應對挑戰。英國傳媒報導，至少70個工黨議員要求佢下台。外相顧以維同內政大臣馬萬廷要求施紀賢制定時間表，確保工黨領導層有序過渡。英國首相施紀賢當地星期一朝早喺倫敦發表演說，佢承認地方選舉結果對工黨造成傷害，佢自己為此承擔責任。聲言若果工黨處理不當，將會令到英國走上非常黑暗嘅道路。And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not walking away, not plunging our country into chaos as the Tories did time and again, chaos that did lasting damage to this country. A Labour government would never be forgiven for inflicting that on our country again. 施紀賢話：知道人民對佢嘅不滿，但係聲稱小修小補嘅改革冇辦法應對當前嘅大挑戰。佢話面對非常時期，需要喺經濟增長、防衛同埋歐盟關係作出更加大嘅回應。施紀賢批評喺選舉中大勝嘅改革黨黨魁法拉奇曾經承諾脫歐會令到英國更加富裕、更加安全，話法拉奇將英國玩得氹氹轉，唔單止係騙子，亦都係投機者。佢話將會重建同歐洲嘅關係，令到英國成為歐洲嘅中心。目前有大約40個工黨國會議員公開要求施紀賢為地方選舉大敗立即落台，或者制定離任時間表。根據黨內規矩，需要有至少20%，即係81名工黨國會議員同意，先至可以發動逼宮。工黨國會議員韋善廷早前表明，如果施紀賢唔喺演說入面就下台制定時間表，佢將會收集同僚嘅支持，迫使黨內潛在人選現身，挑戰施紀賢嘅領導地位。英國廣播公司報導，現時取代施紀賢嘅熱門人選包括前副首相韋亞蘭，佢仍然未向施紀賢逼宮，但係警告工黨只係剩返最後機會改善民眾生活，藉此修補同選民嘅關係。另一個潛在人選就係現任衛生大臣施卓添，據報佢無意成為第一個逼宮者，但係準備好必要嘅時候挺身而出。無線電視記者黃君賢報導。菲律賓眾議院通過對副總統薩拉嘅彈劾案。菲律賓眾議院星期一召開全體會議，255個眾議員投贊成票，26人反對，9個人棄權。
通過副總統薩拉彈劾案，遠超憲法規定1/3嘅彈劾門檻，之後將會交俾參議院審理。現年47歲嘅薩拉係前總統杜特爾特嘅大女，佢被指控涉嫌威脅總統小馬可斯生命安全、不當使用機密資金等等。佢嘅律師團隊否認有關講法。薩拉舊年已經面對過一次彈劾風波，但因為菲律賓最高法院裁定彈劾程序違憲而被終止。美國同伊朗仍然就停戰方案僵持不下。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伊朗對美方停火方案嘅回應係垃圾，尤其不滿伊朗未有將早前承諾讓美方接管伊朗濃縮鈾寫入文件。伊朗就抨擊美方要求係毫無道理。美軍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喺社交平台發放片段，展示美軍一架 FA-18戰機喺中東上空巡邏期間補充燃油。伊朗媒體同日報道，美軍一架 F-35隱形戰機喺阿曼灣上空發出國際代碼7700，要求緊急降落，之後轉飛阿聯酋。第二日，美軍另一架 F-35戰機發出相同嘅代碼，暫時未知係咪遇到緊急事件或故障。美國同伊朗嘅停火談判仍然恢復無期。伊朗早前透過斡旋方巴基斯坦回應美方嘅新停戰方案，堅持要先聚焦結束戰事，以及波斯灣同霍爾木茲海峽嘅海上安全等，之後再傾核問題。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喺星期一強調，德黑蘭政府向美方嘅提議並唔過分，亦都唔涉及額外讓步或者特殊要求。伊方只係要求維護自身嘅合法權利，反觀美方就繼續提出無理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一再表明，完全唔接受伊朗嘅回應，尤其不滿對方冇就核問題讓步。佢更加抨擊德黑蘭政府反悔，最初應承咗俾美方接管濃縮鈾，但冇喺回應文件中提及。特朗普將伊朗回應視為垃圾，話德黑蘭政府愚蠢，更強調美伊停火協議非常脆弱。After reading that piece of garbage they sent us, I didn't even finish reading it. They said,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time reading it. I would say it's one of the weakest right now. It's on life support. 伊朗一直未有公開同意放棄濃縮鈾，並強調佢嘅核計劃完全屬於和平用途。不過，美聯社引述中東官員報導，伊朗曾經倡議可以稀釋部分濃縮鈾，並將餘下嘅濃縮鈾轉移到另一個國家。俄羅斯有意接收。報道又話，特朗普不滿伊朗向美方索償，佢認為賠償等同自己認輸。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伊朗局勢不穩，日本有零食生產商話油墨原材料供應緊張，會暫時改用黑白包裝。日本放送協會報導，零食生產商卡樂 B 喺星期一發聲明，話伊朗局勢持續不穩，導致石油同副產品石腦油供應緊張。而石腦油係印刷油墨嘅溶劑。報道話，卡樂 B 已經通知日本零售商，由今個月下旬開始，將超過10款薯片同埋蝦條產品轉為黑白包裝，直到生產商揾到應對方案。當地早前有調查話，大約70%受訪公司表明，若果石油供應持續緊張，佢哋就會提高產品售價。返嚟本港。政府就網約車牌照發牌數量展開諮詢，考慮發出至少1萬個牌照，上限唔超過15000個。目標下半年開始陸續邀請平台公司同埋司機申請牌照。運輸及物流局喺舊年落實規管網約車框架主體法例，確立平台、車輛、司機3方發牌制度。最新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就發牌數目，政府引述有意見建議發出至少1萬個網約車牌照，上限未必超過15000個，即係少過目前的士牌照大約18000個嘅數目。並且會繼續收集意見。當局解釋喺2024年11月至到2025年1月嘅調查顯示，網約車每日車程大約有114000程，活躍司機少過3萬人，主要係兼職。假設每日平均營運6個鐘，只係等同的士每日18個鐘頭運力嘅1/3。換言之，3架網約車嘅運力先至等於1架的士運力。我覺得應該要放寬咯，唔係規管咯。因為大趨勢嚟㗎嘛，大陸嗰啲滴滴打的嗰啲其實
通街都係啦，邊個省邊個城市都有。啊，其實香港應該都可以做到，試咗先咯，冇所謂啊。係啊，如果唔得再調整咯。即係可能難 call 啲，我哋都試過嘅，係假期咯，可能。根據網約車框架主體法例，網約車平台必須喺香港註冊，要對車輛同司機盡職審查，而網約車司機必須年滿21歲，5年內冇嚴重交通定罪記錄，牌照數目不限，而營運嘅車要跟司機名義登記，車齡要喺12年以下，每年要驗車同買第三者保險。的士業界認為，除咗規管數目，政府亦都應該一視同仁，劃一的士同網約車牌照嘅要求。其實的士而家有5大車隊都網約啦，不過問題就係佢個成本呢，佢嘅車要新要3年車啦，佢貴嘅保險啊、新車落地啊，甚至係受監管，咁啊定期每年要驗2次車。咁網約車如果佢本身同的士大家個條件一樣嘅時候，或者接近嘅時候，大家做生意裏邊嚟計，咪大家有個合理嘅營運空間咯。政府應該係漸進式，譬如從小一路加大嚟講，我覺得比較容易可以大家有得即係有啖飯食啦。我覺得就。局方預計上半年提交附屬法例，會先訂立後審議，目標第3季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牌照，第4季會邀請司機申請個人同車輛牌照，並且陸續公布申請結果。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有本地企業同內地車廠共同